我哋今日過嚟睇套商品別墅，佢係地下1層，上面就3層，但係面積係170平方嘅，但係佢實用樓咧做到500平方。我哋過嚟實地一探究竟。我嚟到別墅嘅1層呢邊啦，佢嘅設計咧就係餐客住一體嘅，你有冇發覺非常之寬闊係嘛？一個成一層係冇承重牆，旁邊做咗一系列嘅採光玻璃。而家推出玻璃咧，就會睇到270度個花園啦。嚟到負1層呢邊嘅面積係164平方，層高係6米嘅。如果你真係有需要做隔到1層嘅話，面積會加多1倍。呢個咁闊嘅地方咧，你可以做會議室啦、酒窖啦，同埋 KTV 都可以嘅。加上呢個仲有一個採光，採光天窗。跟住我哋去2樓睇下房間係點樣分佈嘅。呢度咧就做咗2間房嘅，呢邊咧就做個兒童房啊，而且係區分咗一個係專門休息同埋一個溫功課啊、寫作業咁嘅。出到嚟呢邊仲有一個採光天井，亦都可以封閉埋，可以做一個客房。最後呢個咧就係個套間設計啦。套間設計佢仲連帶一個係一個大陽台嘅。呢一層咧就專係做一個行政套間，唔睇連接陽台嘅。行過嚟呢邊咧就係主人房嘅主衛啦，大浴缸、雙洗手。呢一層最大嘅特點咧就係有一個非常之大嘅露台啦。如果週末即係辦個家庭聚會啊，或者係約3、5知己喺度咧，可以 BBQ 啊，聚會都係唔錯嘅。如果有興趣想了解呢個別墅，評論區留言俾我發資料俾你。下期再見。